六親緣薄唔係命苦，呢個係佢之前累積翻嚟嘅情意結，今世翻嚟要完成修行，累積呢個善緣，呢種係屬於了卻因果嘅靈魂，可能係靈魂最後一世喺人世間嘅旅程。佢哋咧從細到大咧都得唔到父母嘅支持，喺兄弟姊妹嘅感情裏面咧都比較淡，喺呢個婚姻或者感情路上咧都係一波三折，甚至乎咧會遇人不淑。所以佢覺得咧喺呢個人生旅途咧，自己咧都係孤軍作戰。呢類人咧通常都有幾個共通點，佢哋咧勤力啦、善良啦、心地好，但係咧都得唔到人哋嘅理解。喺性格上可能比較倔強，有傲氣，內心唔易服輸。其實你嚟呢個世界唔係依靠人，係等緊你突破困境，一生更加圓滿。你身邊有冇類似呢種情況嘅朋友？如果有嘅話，記得 send 條短片去支持下佢。